小朋友啱啱食完藥就即刻嘔翻晒出嚟啊！家長你係咪好想即刻餵佢哋食多次呢？嗱，停一停，等一等先喎。因為咧，如果隨便咁樣補藥嘅話咧，分分鐘會因為藥物過量而引發中毒嘅風險㗎。我係藥劑師樂千，今日教大家咧從3個標準裏面去判斷需唔需要再補餵翻藥物。雖然目前咧全球對於補服藥物咧都冇一個統一嘅指標，但係咧我哋可以憑住以下3個嘅關鍵因素咧去做判斷嘅。嗱，咁首先咧我哋可以根據嘔吐嘅時間去做判斷。譬如咧我哋服藥嘅15分鐘內嘔吐嘅話咧，其實我哋可以選擇全量去補翻。咁如果超過咗15分鐘，但係又喺30分鐘以內嘅話咧，咁我哋可以按照翻佢嘔吐嘅量啦，去補翻1/3到1半就好啦。但係如果咧喺服藥嘅30分鐘後再嘔吐嘅話咧，其實藥物大多數已經俾我哋身體所吸收，咁就唔建議咧再補服噶啦。咁但係係咪所有嘅藥物咧，佢喺30分鐘內被嘔吐嘅話，我哋都需要去進行補服呢？又唔一定喎。譬如我哋可以根據翻啦藥物嘅種類咧去做選擇嘅。譬如我哋會選擇優先咧去補服翻一啲具有根治性嘅藥物，譬如好似抗生素啊或者類固醇呢啲嘅藥物啦，因為咧呢啲嘅藥物佢需喺我哋體內咧達到一定嘅血藥濃度咧，先至對病情有效啊，所以我哋就會傾向咧要補服翻啦。但係咧如果一啲只係愛嚟緩解症狀嘅藥物，例如好似退燒藥啊、止咳水呢啲嘅話咧，其實我哋可以視乎翻個病情需要啦，再選擇要唔要補翻。咁因為呢啲嘅藥物咧，即使我哋唔補咧，對我哋嘅病情都唔會有好大影響嘅啫。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可以通過藥物嘅劑型啦，同埋藥渣咧去做判斷嘅。至於咧係服用一啲嘅普通劑型嘅藥物，如果我哋喺藥渣上面咧係可以見到咧完整嘅藥片啦，或者係完整嘅膠囊嘅話咧，咁代表咧藥物係冇被吸收，咁我哋就可以選擇重新補服啦。但係咧，如果我哋服用嘅藥物咧係屬於一啲嘅緩釋劑或者係腸溶性嘅製劑嘅話咧，咁因為呢啲嘅藥物佢吸收咗幾多咧，係好難從時間上去做判斷嘅。而且呢一類嘅藥物咧，佢係唔能夠被切開分段咁樣去到服用噶，所以咧就唔建議再去補服噶咯。所以咧30分鐘嘅呢個時間線咧，只係一個臨床參考，佢唔係一個絕對嘅公式。所以咧，如果當你唔確定嘅時候咧，最好就係問翻醫生或者藥劑師啦。咁另外咧，仲想提醒大家一點嘅係，如果已經補服咗1次之後咧，小朋友依然又嘔翻出嚟，咁就唔建議再補服啦，可以留翻咧下一個嘅服藥時間咧再俾佢食。如果小朋友真係反覆多次咁樣嘔嘅話咧，其實就已經唔係補唔補服嘅問題，而係咧建議咧最好揾翻醫生啦，去調整翻個治療嘅方案，睇下可唔可以有第二啲嘅吸藥途徑啦，去令到小朋友容易接受。譬如好似退燒咁樣啦，我唔用口服嘅，我可以用塞乾噶嘛。咁其實咧，再多嘅判斷標準咧，都不及我哋咧從一開始就做好防吐嘅措施更加重要啊！咁對於2歲以下嘅嬰幼兒嚟講咧，其實家長可以喺餵藥嘅時候咧，抱佢呈45度角啦，然後咧用滴管咧從佢哋嘅嘴角深入到佢哋嘅牙齦同埋條脷之間去分段咁樣去俾藥，咁樣可以減少咧佢哋嘅嘔吐反應噶。咁對於2歲以上嘅小朋友嚟講咧，家長亦都可以鼓勵佢哋啦，以少量多次嘅方式咧去自行吞服，咁樣亦都可以大大咧提高到佢哋服藥嘅順應性噶。咁另外咧，家長亦都要避免咧喺短時間內咧去餵佢哋食多種嘅藥物。如果小朋友咧有發燒嘅情況咧，其實我哋可以先餵佢食退燒藥啦，令到咧佢哋嘅體溫降翻落嚟啦，感覺舒服啲之後咧，佢哋嘅情緒咧亦都會穩定啲噶。咁樣咧，我哋再去餵其他嘅藥物咧，個效率咧就會高好多啦。所以咧，照顧好小朋友嘅情緒咧，都係預防嘔吐嘅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啦。OK， 咁今集咧解決咗上吐嘅問題啦，我哋下集嚟講下下瀉又可以點搞呢？小朋友肚屙係咪一定要用止屙藥呢？咁除咗止屙藥，我哋仲可以點樣幫助小朋友快啲康復呢？下集乾貨滿滿啊！想知嘅話咧，就一定要關注啦。我係藥劑師樂千，用科學嘅知識幫大家減少不必要嘅用藥焦慮。下集見。